俄语，我哪有法度甲声音甲文字的关系解说甲这么正确呢？你是安怎？一定要做你咧？全部拢是无路用的废字纸，浪费时间做出这种笨数，我有影是白话。甲因有关系的代志，拢唔通传出去。伫严肃的宫廷内底，尤其是中殿娘娘的内殿内面，传出念经声音的怪奇传闻。我就欢欢喜喜穿这束衫，然后向北京的方向跳舞。就抓咱要永远守护颜文花，甲这个誓约刻伫心内。爱接受新的问题，安尼才会当建立迄款的国家。